台湾文学馆最近有出版一本老皮箱细细念的儿童绘本，把长篇的文学史用活泼趣味的方式表现出来，让较小岁囡仔会当了解到比较硬的历史甲点点滴滴。钟明一手抓我，一手安安甲家人牵嘞。阮来到这间迪比亚国土壁大的厝啊。 用老皮箱的角度，一字一句念出1949年战后移民伫台湾的生活过程。幕后的配音员是立法委员林昌泽。平常时林昌泽伫厝内和囡仔是全台语对话，伊嘛用甲囡仔讲故事的声哨来配音。因为这个老皮箱伊等于是伫边仔看嘛，看这规个这个主人规家伙仔的故事嘛，所以讲我就较用客观的这种感觉。 伫讲即个老皮箱的故事，就较亲像讲是伫介绍一个我看到的故事的迄种感觉，嘿。除了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故事，安怎将215页长篇的文学内容改编，而且互囡仔人好理解，翻译的过程手路就真重要。故事它要是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他能够感同身受，所以譬如说这边我们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做族群融合的部分，但是这个都是用小朋友可以或者青少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的一种方式来说故事。 用生活发生的种种，看出贯穿3代的家族历史，其实嘛是台湾近代历史的一部分。国立台湾文学馆为2017年开始执行台湾文学史儿童绘本的出版计划，选出适合的主题，介绍做好儿童甲青少年阅读的版本。阮进前做过自然自然就是讲环境的问题，那做过迄落冬季叫同性恋的问题。啊，即摆呢，阮选择的是眷村那希望讲呢，即个囡仔、即个儿童呢，会当看到阮即个故事，会当了解讲台湾较早较有捌有即样嘅故事啊，以后会当个对于了族群之间的大家会当用较开放的心情来看待。台湾文学馆嘛表示，文学其实代表社会的一部分，希望会当将文学甲社会责任甲做伙，互儿童甲青少年自细汉就当了解发生伫这片土地的种种议题。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北报道。